12月24日平安夜晚上，一年一度嘅新年申報佳音再度喺議事亭前地舉行，邀請到澳門教區首牧李斌生主教出席。主教致辭嘅時候，引用今年聖誕文告嘅內容，提到基督降生嘅一晚，天主嘅浩光首先照住白冷城嘅牧羊人，代表天主嘅愛不分尊卑遠近，係臨於貧困弱小、陪伴困苦嘅人。呢一份愛永不止息，亦提醒我哋天主一直與我哋同在。主教又強調，聖誕節並非只係一個歡聲笑語嘅節日，而係一個深遠嘅信仰見證，記載天主嘅愛同恩典。耶穌降生為世界帶嚟和平、希望同救贖。呢一份愛係不分種族、膚色，賜予每一個尋求溫暖、尋求幫助嘅靈魂。亦提醒我哋要時刻保持慈悲嘅心，以謙遜嘅態度去延續傳遞呢一份對他人嘅關愛。今年活動由教區天主教教育委員會籌辦，聯同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、聖保祿幼稚園、聖德蘭學校、聖羅撒女子英文中學、聖善學校、聖若瑟教區中學第5校、聖馬大勒納學校師生、望下聖方濟各堂代表、聖若瑟勞工主保堂 The Love Flock 歌詠團及澳門座堂聖樂班等超過200人攜手參與。透過舞蹈、歌詠、話劇、管樂演奏等多元表演，響應教會報佳音嘅傳統，讚頌主恩並宣布救主將臨嘅喜訊。同場亦特別加入咗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嘅拳術表演外，亦設有獎問答環節，一同與在場嘅觀眾以互動方式重溫聖誕節嘅意義，以及主耶穌所帶嚟嘅平安同希望。活動最後由李斌生主教與一眾表演團體大合照後結束。